顶个月，桃园区发生天高的社区群聚案件野藏，龟山区增加2件个案，判断是甲桃园区天高的群聚是同一层，即马拢总有6例。也风声讲啊，有市民唔配合消毒，搁要攻击这个防疫人员。市长张善政就讲话啊，依法上当会当罚30万，是呼吁市民爱配合防疫的工作。防疫人员伫街路伫清消，任何所在拢袂使绕沟去。顶个月，桃园传出天高的社区群聚的案件，这个月初二，搁增加2例龟山区的个案。厝边头尾拢真优先去压着天高热。家里附近水沟最近蚊子很多了，室外啦、草丛都有蚊子啦。为了卫生嘛，所以才要来喷啦。龟山区这2例天高的确诊案例是同一家遐的人，而且是桃园头一个本土天高的个案的朋友。研判拢是桃园群聚案，互疫情按桃园区探到龟山区，群聚有6例，传出市民拒绝室内清消，甚至于哪想要攻击防疫人员。市长张善政讲，若是安尼，依法上当会当罚30万块。当时就是我们去做防疫清消的通知，那民众的太太，当下是有拿那个杀虫剂，就是有喷外面大概7、8下左右。民众呢要配合相关的一个化学防治作为，如果有拒绝规避或者是妨碍的话，我们将会依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，最高可裁罚新台币30万元。卫生局讲，接续中秋连假，游园会继续清消客闸，呼吁民众一定要确实把家户内底的资生源清掉，干那管仔内底积水嘛要倒掉，若查到积水会罚15000块。嘛提醒民众出门就要储有水防网啊定，若是有天高热的症状，爱赶紧就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